连续一下好不好？我做恁女朋友爸爸，啊，你来拜访。安尼吼，啊，请我买，请好我买。好好。叮咚，客，爸爸。像是恁爸爸啊，叫伤紧啊啦。先自我介绍一下。好好，阿伯你好，嗯我是恁查某囝的男朋友，我叫做阿坤。阿坤哦。嘿，甲阮查某囝是安怎熟识的？我是高中熟识的。高中哦。嘿，高中的同学就对啊。我是高中老师。啊，老师哦。嘿，你是高中老师哦。安尼学校无问题哦。阿伯你放心，恁查某囝哦，伫学校成绩袂歹。唔是这个问题啦。我是讲老师甲学生啊交往，安尼其他人袂讲啥哦。阿伯你嘛放心，恁查某囝哦人缘袂歹，甲阮查某囝哦是同班的捌字。你跟我查某囝哦，你安尼关系伤复杂去啊啦！这小等者，小等者，你莫安尼黑白回答好不好？我感觉你讲黑白讲咧。伤紧张啊啦！你换过来啦，换过来。换过来。礼貌是像我安尼。安尼。我试一解互你看。好。你演女朋友爸爸。好。来。叮咚。咦？阿伯你好，我叫做张明和，是恁查某囝的男朋友，头一摆见面。阿伯你好，我叫做张明和，是莫看电视啦，你创啥一直看电视啦？查某囝的男朋友来啊，爱问一寡问题。你要看倒一台？莫问这啦，莫问这啦，